台湾话死板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古板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死板，作风保守固执，不知变通，用力。咱就爱对会着社会改变，唔通伤古板。我们要跟得上社会的改变，不要太古板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